杜金富啊，什么代志呢？搞搞呢啦？到阮兜哦，大搬家啦！哎呦，恭喜哦！啊是要搬到遐个别庄社？嘿啊，无良早过，阮嘛头先甲你贺礼一下。伊讲了毋对啦，是阮去互大搬家，毋是阮要大搬家，俗语叫做钓贼头啦。恁查某囝嘛甲我讲话呢，钓贼头就钓贼头，阮爸大搬家。讲到迄个贼仔嘛足兴热的，你知？甲物件甲阮斗摕摕，稍微掺一罐洋酒，搁当场甲阮灌灌的，可能是酒醉一个门床嘛，甲阮困到安尼乱七八糟。毋若安尼哦，要走的时，搁甲阮留纸条啊，刷咧迄纸条，搁甲阮写讲。到此一游，下次再来，梁上金子敬上。我这真正有影，这才搁点灯啦。是啊。我即摆安尼为着迄句吼，下次再来，害我拢唔敢转去困啊，我要安怎？要不安尼啦，你若无嫌阮遮歹势，阮有客房，啊，恁母仔囝因硬顶遮大啦。好，客房是伫倒位？伫这边，伫这边。哦，伫迄边哟。多谢吼，母啊，啊无你，我带你入来困啦吼。气死！害咱口角着搁补妆，阿花，阴暗你着甲我做伙困呢，无人会惊哦。真好哈。是啊，咱遮附近哦，最近治安愈来愈歹，暗时若要困的时阵，你大门着锁好呢。我知，你做你去困，这互交代互我。头仔门嘛爱顺一下哦。我较戆，伊是讲锁大门啊，我变树呀！哦，拢做古董，哇！这间有肉咧，大猫，哇，清朝、老泰国的，哇！我凊彩无两项啊，我着油洗洗，对，我做工课吼，洗顶拢有这个习惯。要招待，走哦，不走。哦，做菜做到遮大方，我也敢留2条。到此一游，下次再来，梁上金子。好，就是你这姓杨的，你真好打，你这，哎呦，天天开心的高群啦，这也敢做菜，你上来派出所。无，这个爱上分局。不是，爱叫比总部，不是，上来去反映。上派出所啦。好啦，分局啦。叫比总部啊！好啦，是要去派出所，还是警备总医，还是要分局？讲好。无安尼啊，你做菜的人即摆去完抓着，互你警啊。4位拢爱去。袂当，即摆已经抓着啊，一定爱去一个所在。多心，你即摆的情形，就敢若亲像俗语一句：鱼仔落在阮的鼎，随在阮要煮咸嘛煮正。
倒转。